今天是我强少的婚礼，你最好不要给我搞那些小招数，听到没有？让我强少难堪的人，会让他死得很惨的。周文雅根本就不爱你，她嫁给你只是为了你的钱。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，Cheers。周文雅这个丧女星，凭什么获得这些？嘿，干嘛呢？人家一会儿就是老板娘了，说话当心点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善待他的啊！谢谢。恭喜啊！韩若曦，不要太过分，我跟你讲。亲家公亲家母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年轻人嘛，难免多交几个朋友。来，真是丢人。大家都是同学嘛，开玩笑的啦。对不起，结婚嘛，结婚了哈。走。我去换个衣服吧。看什么看啊？我不相信你会爱上这个人渣。来，张宝，你在哪儿呢？哪儿啊？哎，今天给钱？能不能改天再说啊？不是，今天该给利息了。滚！
哥，强少死了，那女的还能当少奶奶吗？当不当的也跟你没关系。贱女人！你怎么还不给我滚呢？我儿子就是被你害死的，你滚呐！想害强少的人是不少，但绝不可能是我。你怎么不怀疑你们刚进门的少奶奶呀？阿强就是被他给克死的。走，走啊！你放开我！他妈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张宝的女人。是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再宽限我2天好吗？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妈的，开门呐！你又发什么神经？韩若曦，你那儿有钱吗？借我点儿。我没钱，我的钱都寄给我妈了。老子他妈告诉你，你那天在婚礼上骗的那张支票，本来应该是我的。那是强少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强少早就答应我，婚礼那天给我当月的利息。结果我见到强少的时候，说你把支票抢走了，啊？所以你说婚礼那天有事儿没去，根本就是在说谎啊！老子是去拿自己的钱。拿自己的钱需要偷偷摸摸的吗？听好了，不想死就给我闭嘴。妈，你别太难过了，我以后会像女儿一样照顾你们的。李强是我们李家唯一的儿子，文雅也是我唯一的女儿。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不幸，我想把文雅带回家，我们2家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。妈，我是不希望外面的人在想，我们家文雅嫁到李家是别有目的。说实话，他们俩当初要结婚，我就不是太赞成。李家有钱是事实，但别人要怎么说话、怎么挑拨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文雅，你是咱们李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这件事容不得外人质疑。从今以后啊，李强总经理的职务就由你来接任。爸，我只想在家里好好照顾你们。从今天起啊，你就是我们李家的女儿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体谅文雅的处境。好孩子，我们一起回家吧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妈，你和爸先回去，我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。文雅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妈，他是韩冰，我的高中同学。韩冰？哦，你是那个网络作家对不对？我常听文雅提起你。你好，博玉老师。嗯，我经常看您写的有关心理方面的书。哦，你是对心理方面有兴趣呢，还是你有什么心理问题需要解决呢？没有，工作需求。妈，没事。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多少都有些压力，你不要对心理咨商有什么排斥。要是心有什么不舒服，记得随时来找我聊聊。啊，好了，让你们年轻人自己聊吧，我先走了。
你这几天还好吗？田老师。 听小军他们说，你的新作品点击量很高啊。田老师，你可从来都不夸我。新荣公司唯一的接班人在婚礼现场死于非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和李强是高中同学。这个画面，你熟悉吗？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李强的婚礼？